主后2022年11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消失的好物。圣经启示录18章，咱对第1节做伙来听读到24节。后来，我有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伊有大权柄，伊的阳光互地上光起来。伊大声喊：倒落去啦！大巴比伦倒落去啦！这声正做鬼徛起的所在，一切有话的神的监牢，一切有话的鸟的鸟篮，一切有话搁可换的野兽的笼仔。因为列国拢有啉着这个淫妇淫乱的酒，引起上帝大生气。地上的君王拢有甲伊行淫，地上的生理人拢有对伊的车花放荡发大财。我阁有听见另外一个声对天顶出来讲：我的主民啊，出来，着对淫妇遐出来，才免捌着伊的罪，才免互伊的灾厄连累着，因为伊的罪已经累积拄天。上帝记得伊的邪恶，伊安怎款待人，就照安尼款待伊，照伊的所做加倍甲伊报应，用伊调和酒的杯，调和加倍的酒互伊。伊捌安怎阳光家己，安怎车花，就照安尼互伊痛苦悲伤，因为伊心内家己讲。我坐伫宝座做女王，我毋是寡妇，绝对袂拄着做寡妇的悲伤。所以，伫一日内瘟疫会到，有死亡、悲伤、饥荒，伊会互火烧灭，因为审判伊的主上帝有大气力。甲伊行淫过车花生活这个地上的王，看到城。着火烧的烟会为着城悲伤啼哭，因看到城所受的艰苦真惊吓，拢徛远远讲：惨啊！这个大城，巴比伦这个坚固的城，惨啊！因为无偌久，你就会受到审判。地上的生理人为着伊啼哭哀伤，因为无人搁买因的货。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幼麻布、丝绸、高贵的紫色、甲红色布料，逐种香茶、逐款唱艺制品、逐款贵气的木材制品、铜器、铁器甲大理石制品、肉桂、香料、香、乳香、酒、橄榄油。幼米粉、麦、牛、羊、马、马车、奴隶以及人。这生理人对伊讲：你的心所喜爱遐个好物拢无去，你的荣华富贵拢消失，永远袂当搁看到。靠这个城做生理发大财的生理人，因为看到这个城所受的苦楚真惊吓，拢会。徛远远，悲伤啼哭，讲惨啊惨啊！这个大城，你的冠饰穿幼麻布、高贵的紫色甲红色布料的衫，挂金、宝石甲珍珠做装塔。一时仔久，所有的财富拢无去，所有的船长、旅客、水手，甲所有靠海生活的人。徛远远，看到城着火烧的烟拢化，有倒一个城亲像这个大城，因散火土粉伫家己的头壳顶，啼哭悲伤，搁大声喊：惨啊惨啊！这个大城，伫海里行船的人拢靠这个城的财富发财。因为一时仔久，伊的一切拢无去。
天啊，着为着即个城欢喜，恁遮个信徒、使徒甲先知着欢喜，因为上帝已经有替恁伸冤，甲伊刑罚啦。因为你的生理人以前伫地上是有势力的人，因为你有用邪术迷惑万国。后来有一个大气力的天使举一块石，亲像大石帽，甲伊ฮ็落海，讲：大巴比伦城嘛会亲像安尼，大力甲伊ฮ็落去，永远袂阁看见。弹琴、唱歌、分箫、分喇叭的声，你嘛袂阁听见。逐种工艺师傅，你嘛袂阁看见；下帽的声，你嘛袂阁听见。灯火的光袂阁甲你照，新囝婿甲新娘的声，你袂阁听见。先知甲信徒以及所有伫地上受害的人的血，拢有伫即个城看到。以上。消失的好物，试想，当你大喙在食煎鸡肉，却无可乐通啉；伫生日派对，却无甜点和咖啡；享用烘烧海鲜，却无米露通配，这未免会感觉懊恼。伫 COVID-19 病毒侵袭、疫情升温的时，真侪人大量采工食米，深惊高度警戒期间会长长。过年的时，思念着伫餐厅内用的快乐享受；封城的时，为着无法度外出享受逐样美食在焦虑。总是上坎坷的大概是，俄乌战争爆发以后，当跨国企业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表示抵制的时，俄国人民搁买大批的熟食甲衣物囤货，意识到将消失的水的好物，真正互人有够坐立难安。今日的经文中讲到巴比伦的罪恶，在伫邪淫、车花，巴比伦城会受彻底毁灭，拢是因为过头浪费、宣扬物质主义，佮杀害先知、使徒甲无辜的人。即款的极度车花，互来自各地的生理人发大财。这些生理人拢是世间上有势力的人，因浪费、奢侈、炫耀家己。总是当报应灾难临到巴比伦城时，这些人拢徛甲远远，悲哀痛哭因所失去的，那亲像是咧惊因也会受牵连。可见因甲巴比伦的关系只是建立伫利益顶面，并非是真心忠诚甲伊交往。伫资本主义社会，相款的罪恶其实也日日发生伫咱的周围，甚至基督徒中间的车花恐惊也毋是罕见。毋过，咱减有注意到，车花本身也是一种罪恶嘞。俄罗斯的寡头者差不多甲伦敦当作是因洗钱的天堂，就算伫俄乌战争中间，也透过网络甲逐种车花高调的世间人炫富。这甲中国的土豪和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，也毋惊人知伫用人电视因无底限的车花是共款的。伫现今的消费模式，基督徒着省思家己的购买习惯，是毋是会造成浪费、剥削，还是无公义？每一遍的消费还是无消费，
拢代表价值观的选择。那呢，伫消费习惯顶面，信仰的影响力占偌济的比例啊？当咱咧报这经文的时，会隐约发现，今仔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，差不多是以早巴比伦也是罗马的翻版。以早车花的城市，已经灭亡，加入历史了。这个水的好物，伫上帝审判大能之下，还免一点钟久就拢会消失，永远也找袂转来。当世间人贪爱逐种美食好物，像陕西产品、名车、名牌包、衣物、装饰品等等的行为，拄亲像以早帝国大城覆灭迄款残害真济无辜的人的性命，咱要安怎警醒家己无参与伫即种的罪恶？今世水的好物，财富拢只是暂时得的。今仔日才会浪费拜物，欺压重视伫信仰者的人，也要亲像以早的巴比伦大城，亲像大石磨安尼受扼杀去害呢？日想，审视家己生活中的消费态度和价值观，试看回归简朴的生活，选择对环境友善、减少剥削浪费的消费习惯。审视家己生活中消费态度和价值观，试看回归简朴的生活，选择对环境友善、减少剥削浪费的消费方式。咱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我看透今世水的物的真相，要互伊的英美外表诱惑，互我有智慧洞察永恒价值的事物，无浪费，无贪爱，无顾要透过剥削人和环境制造的物件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